16岁开始接触棒球，26岁开始卖香肠。看过中华中学时期瘦弱的王建民，从中华职棒元年听到第30年，用2根香肠换过陈奕迅1颗签名球。汾条博陈宪问用你能想象到的各种方式参与中职。30年来，中职潮起潮落，球星不断更替，唯一不变的只有陈宪问的香肠摊。从这个小摊中卖出的每一根香肠，都是对棒球的真爱。尽管现在中职各队主场中不乏美食摊位，但看棒球还是配香肠最对味。对于死忠球迷而言，除了比赛、球员、啦啦队，飘香30年的汾条博香肠味，也保证已经成了中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注定要写入中职历史。陈宪问与棒球结缘过程来的偶然，他在16岁之前没有玩过棒球，最初在印刷厂工作，放假时会到附近国小场走走，偶然被叫下场打球，慢慢玩出兴趣，加入社区球队的棒球队，后来经过推荐加入已组成棒蓝鹰棒球队。陈宪问卖香肠、粉肠，却被称作汾条，来自于他在场上出色的手背功力，只要球打到他的手背范围都稳条，台语发音。因工作请假不便，在台湾棒球环境还没有健全的时空背景下，毅然辞去工作。他只笑笑地说：“没有考虑太多，兴趣能带动一切。” 1984年，陈宪问随蓝鹰棒球队代表台湾赴关岛参加西太平洋邀请赛，这次出国经历却成为他棒球路的转折。他坦言有点失望，出去比赛是要代表国家，要出去拼的，但很多人是抱着观光心态，回台后我就不想打了。尽管不打棒球，但对于棒球的爱并没有因此减少。我是为了打球卖香肠的。陈宪问卖香肠的起点，是因为卖香肠自由，还可以跟着喜欢的棒球比赛跑。在还没有职棒的年代，他的香肠摊就跟着成棒、青棒、青少棒、少棒比赛跑，许多球员、家长变成常客。他有空时还会到荣工棒球场帮忙记录，看球员打击、手背动作。那时王建民从台南市建兴国中毕业，北上到中华中学青棒队、荣工打球，谁都没能料到眼前这个瘦弱的球员，日后能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发光发热，成为台湾之光。陈宪问表示，荣工时期的王建民，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特别，后来被高英杰带去台北体院后，球速一直进步。后来，王建民也吃过的香肠成了活招牌，但陈宪问很低调，不想沾光，除非人家问起。在陈宪问家中大厅墙上，除了夫妻、儿子结婚照，还有几张棒球场内的黑白合照。照片中身材突出的主角是多次担任中华城棒队总教练、现开南大学棒球队总教练郭李建夫。陈宪问笑说，郭李建夫到日本打球放假回台时，偶尔也会到球场，两人私交不错。但被问起老友碰面都谈些什么，陈宪问不改低调的个性，只称是家常话，却能细数出郭李建夫球场上的表现，国家队带队表现。中华职棒1990年开打，陈宪问说，他在职棒开打时已30多岁，当时买了履历表想去应征裁判，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兴趣，薪水也不算理想，还是卖香肠自由。
汾条伯的香肠摊自此开始长征之旅，从荣工棒球场到台北市立棒球场、新庄棒球场、天母棒球场、桃园棒球场、新竹棒球场、台中棒球场、市棒球场，最远到台南棒球场。陈宪问过日子不看日历，而是看着中职年度赛程表。从棒球场外用不同的视角看中职，陈宪问细数职棒早期，只要是兄弟象与味全龙的比赛都是满场，兄弟象的球迷多是人士，味全龙的球迷比较多是学生。当时只要是这个对战组合，一天要准备100斤起跳的香肠。球迷在场内看球，陈宪问则在场外听球听出心得。他笑说，听球虽然不如看球有临场感，但听久了，打出全垒打、安打、外野飞球被接杀，有没有得分，球迷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多少也可以用听的了解场内的战况。汾条伯的话还没有讲完，一开始为了打球卖香肠，后来是为了卖香肠，刚开始摆摊，不晓得做生意这么辛苦。早期在台北市立棒球场，陈宪问和老婆各推一摊出去卖，但一根香肠都还没卖出，就收到2张共新台币4800元的红单，只好跑进球场贩卖部，先跟主任借3000元付罚单。警察的红单从未让他却步，反倒是中职一次次的假球案让他有感而发。从黑鹰事件、黑米事件，一直到2009年的黑象事件，陈宪问记不得准确的年代，但他一直记得，从风光时期一天要准备100斤起跳的香肠，约800条，到最低潮时一天只能卖1000多元，一条香肠20元，等于一天只卖出50条香肠。当时3个小孩都还在读书，一个学期学费总共10几万元，那时才知道厉害，一个头2个大。被问起有没有想过放弃，是否曾经后悔，陈宪问说，有想过这条路走对还是不对，但没有后悔过。即使在最苦的时候，他还是认为兴趣胜过一切，我比较执着，也习惯了，就是不想离开，我对棒球就是这么热爱。陈宪问回忆这些年来卖香肠的趣事，包括时报鹰的吴俊贤、三商虎的林仲秋、现役中信兄弟队彭正敏、林志胜都是香肠摊的常客。林仲秋常常一买就是20条香肠请大家吃，统一狮队也常常叫整批香肠进球场。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前兄弟象王牌投手陈奕信。陈宪问回忆，当时快散场了，陈奕信出来买2条香肠，结果拿出一颗上面有红土印子的球出来，用1颗签名球抵2条香肠。不过这颗球并未跟着他，他说自己从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纪念品，也不知道职棒可以走多久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后来小朋友来买香肠，我就把球送给他了。从26岁开始卖香肠，等于一路看着中职从无到有，听着中职走过高峰，跌落谷底，再慢慢往上爬起。2016年中信兄弟邀请陈宪问担任开球嘉宾，推着熟悉的香肠摊一路从外野走向投手丘，卖香肠卖到叫我进场开球。我的想法就是，我的人生没有白走了。现年64岁的陈宪问，烤了近40年的香肠，养大3名小孩，从单一品项只卖香肠，1条20元，
到现在总共卖6个品项，香肠只涨了5块钱。陈宪问对棒球的执着，同样也用在香肠上。他没有算过近40年来卖过多少香肠，只表示多年来还是不断研究东西好不好吃，研究客人喜好。我们都是用上等的食材去调配，自己敢吃才卖给客人，成本也都比一般香肠高好几倍。小孩曾问为什么不调价，但陈宪问想着当成回馈，不要说要赚多少，赚到有饭吃就可以了。用香肠摊养大3名小孩，2个已经嫁人，偶尔也会到香肠摊帮忙。儿子成家，在开律师事务所，也跟陈宪问一样对棒球很有兴趣。受访前几天，陈宪问也去看了中职30周年特展，展区中有部分他提供的展品。他特别换上了参观展览买回的纪念品无人出局 T-shirt， 再恰当不过，30年来冯条博不曾缺席，没有出局。冯条博海派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能不能卖到70岁，等到哪天推不动摊子了就退休。”结束访问午后，冯条博仔细收起无人出局的 T-shirt。推出香肠摊，生火、备料，推着摊子走向小市场，就像40年来每个有香肠、有棒球的日子，跟大家约好中职赛季见。